做笑亏较困难，做小生的较简单。原来是做小生的，我读册的时阵，讲台语学校爱老师爱罚钱。你有经过迄个年代？有啊，安尼用保护家己啊，对啊。什么银行个争啊？啊，你两个要拍到上严重什么程度？阮翁困去，我保证，一冬以来，因死的拢会足红的。因拢活啊，因不是啊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蹦恰恰。继续休。我讲过，一世人无想要退休，一直甲大家服务，是我这世人上大的快乐事啦。感恩，哎呀，全球咱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吼，欢迎收看咱这全台湾上高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高气质的节目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。我是咱大家好主编，伫在个服务足久的蹦恰恰我本人。今天的来宾当中啊，哎，使我感觉非常的万度。万度。因为一向啊，咱红讲咱的变笑亏。变高人互人看，所以呢，有一句话叫我来讲，伊讲千星。哦，跳篮球吗？是，哇，对，好啊，这志愿啊，佫有学问吼，厉害啦，千星易得，一跳篮球。意思是讲，咱咧搬戏的时阵，要经小生较简单，只要生了缘投，吼，迄个板头有够。但是要做跳啊角就真困难啊。我迄面爱为安尼啦，对啊，跳啊角啊，所以跳啊训练的过程是真较辛苦，而且较歹学的。但是我咧解释是对毋对呢，老师？咱有一句俗语讲吼，做生无成才。做跳无开鞋，做牙机棍佮惊人抬。哇！就是讲无论搬什么角色吼，拢无适合啦。啊，千声易得迄即里吼，有文鼻音啦，容易迄是鼻音，啊来易经，这是文音，所以哇，碰过读这就爱读文音嘛。千声易得，一跳篮球，哦，这真正足厉害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要讲吼，做笑亏较困难，做小生的较简单。做小生的，即摆是讲啥？讲有啊，讲啥家己心内有数嘛。今嘛在拍头啊，一球篮。是，拄啊未介绍之前，我就请教老师，这位老师呢，伊是在语文专家郑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看因搬戏上理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嘛是为了做功课，唱到这大声的，什么情形啊？所以咱今摆要请这两位呢，我非常万度的这位先来自我介绍。采用台语做，台语对你来讲应该是小看代志呢。无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大家好，我叫谢新君。谢新君啊！我第一遍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咁啊呢？只要读写，要读食。写。普通咱生读鼻音啊，食、心、筋、边筋，吼。啊，心是啊，用干啊滴水。用干仔滴水啊，就迄个神嘛，迄叫干神。哦，用干仔滴水叫干神哦。干神，所以是迄种意思哦。食心筋，这个是成吧？成成人承担的承。嘿啊，神啊，食成筋，神水，假心经。啊，你主持人拢念唔对，阮老爸、阮阿公拢念唔对啊。你欢喜就好，尊重，尊重。我有一个师傅叫贾雷，
假雷落雨天就烦恼，唔是落雨天行到，假雷啊，惊食着雷喎。真继续，其实我自细汉拢无咧讲台语，哟，因为我读册的时阵，讲台语学校老师爱罚钱，什么？真是咧，罚5箍。你有经过迄个年代？有啊，爸爸妈妈因拢讲台语，按我教我讲国语啊。时段对音啊，嘿，我是开始演8点档，就开始学讲台语的，足痛苦的，一开始就痛苦的，真正就痛苦的。哟。嘿，在每一个命无共的，看到阿金啊，我就感觉感慨啦。就是咱莫讲对一代，曾经伊伫迄代，迄代对伊来讲，当初甲伊签起了，对伊无够栽培，无啥物机会互伊演出的机会。但是伊跳去别界了，机会怎来？迄代当起来讲，迄代头家来讲，明咧主管讲，恁即摆是咧创啥的？即个遮好的演员，你甲放我走，是安那无甲留掉咧，遐无话通讲。因为平常时无互伊机会，所以人是等待机会，你讲对不对？动出来，咱两个知影就好。你哪会知？我哪会唔知？哎呀，我几年，我一个36年啊，这一个头家我唔捌，所以我哪知你一点钟这话？无讨好，我你一直讲我一直唱歌。唔要紧，那是过去的代志啦，当时伫对演出拢共款，咱就认真演啦吼。我要你，咱咧讲这故事，你要去找囡仔准备啦，因为伊的台语咪哩哩啦啦。哎呀，多钱？啊，还未开始的啦。你准备好未？好啊，好啊随时都好啊。真古锥啦吼！阮若捌合作过戏剧啊，合作过外景主持的节目啊。吼，啊，这查某囡仔，你莫惹伊哦。我讲伊是学会哦。我想刚拍，学习。刚怕木兰的啦，木兰。真。我毋捌看迄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讲伊兴趣是去拍人啊。安尼用保护家己啊，对啊。什么因翁个情啊？因翁本来唔答应带伊呢，你无要带。好，我带。怕要死啊！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虎刘。老虎我大家我豆皮水。好来，讲的意思老虎牛，老虎牛，我来介绍哦。我拄啊结婚啊，差不多3档啊啦。袂歹啊，继续啊，平常讲。时就是做工课嘛，啊运动嘛，就安尼尔。运动我都讲运动迄项爱讲出来嘛。哈？运动迄你运动迄项啊？迄叫啥？综合格斗嘞。综合。我记得我有老师同我请教。哦，我这我真正袂晓。综合格斗，嘿啊拢去中和小拍。你无伫英和拍这会艺术啦，综合啦。综合啦。系啊，综合啦。球嘛无啦，棒球无咧，敢若综合无聊。伊啊，我唔敢去中和咧，台北嘛无。就危险的。诶，就中和。是不过，咱哋感觉怪怪，讲查某囡仔咱去学迄些喏。安尼会身材好。现在够诶，嘿，身材吼，心袂用合喙，身材好。袂使心是心脏的心心材好。安尼身材好。好，会啊。你共摸，你共拍，你共架。你敢无足忝的呢？感觉就忝的我感觉啦。忝诶。对啊。我讲真诶，2分钟你就，2分钟你就，小拍就忝。嘿啊，足忝的，足忝的。我是听伊讲哦，我听伊讲，伊甲因翁吼，两个人伫厝内面的兴趣哦，嘿，娱乐哦，嘿，做产开哦，诶，是两个一直搏，嘿啊，哇，安尼才会当进步。是不可思议的代志。你个听，哪有迄个翁仔某两个人无代无一直相争的哦。本来贵定有人讲查某人做袂到，我就重新讲，我一定做会到。啊，恁两个要拍甲上严重什么程度？阮翁困，迄是拍啥物啊？诶，喂，是分去吧？困去啊！你甲拍甲好呢？有一招是甲拿后甲缩起来，我就甲缩起来伊。是昏去吧？开无开，伊真正无开啊，困去啊！开，分啦分啊，你啊，敢会晓结球？啊，你袂惊到伊用我怎？3秒甲拍起来就好啊。你讲的就简单呢。
袂当说辛苦啦。你会使来者无？咁袂当呢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，哦，你手安尼搞了，你教大囡仔步数风心咯，真正会艰苦。有这样，脑底啊，脑筋，脑筋啊，哦，会听咧，会听，有影会听，嗯，真正会听。哦，你就是碰我试试看，买试看嘛，啊，碰个，袂安怎，袂安，真正啊，真正袂安怎，但无我听呢。我还没出啊，你是咧？啊，要来哦，要来哦。来啊！我主持人一个了。早先啊，袂讲话呢，袂讲话啊，真正，嘿啊，若是讲较紧的，慢，我拄啊是慢慢啊来。啊，平常时训练的时阵是缩起来，训练啊，毋是训练啊。训练的时阵，训练。 1秒钟你就会分去。哎呦，哇，啊，若是有人要对后面甲你摸，啊，你要安怎做到？若是就甲伊有手变态没有要甲你摸的，保护自己红心红心，哎，碰个气你什么意思？是叫我起啊？小款一个啦，系啊。是咧啊，你看蒙到位啊？哦，你譬如讲啊，你啊安尼碰到位，你要要碰到位后面有人要甲你，啊你就安尼甲。无啦，你是金架头嘛？哦，系啊啊，，那腰咧，哈，腰咧，赶快拿你个右调，嘿。丢掉。右调。啊！我袂出啊，你是咧？我看到无？看好吼。啊，拄啊，你对你的名吼，我感觉老师会甲你解答一下，你的名差真济啦，老师。落雨迄是白音啦，啊，普通咱读名爱表示对方一种尊重，爱读本音。雾，风雨，嘿，所以是老雨流。嘿老乌流，嘿，哦，你头迄招算哪有迄招哦，哦，老师要尴尬者。算啊！真啊，干哪有算老哪？师，你即摆叫做自找麻烦。我我毋是要叫，我毋是要叫你你饲，较近啊，不，啊头拢有。毋是要叫你饲啦，因为你讲算啊，毋是迄字变哪写？哦，算啊！哎，哦，哦，对对，好，胜算啊！算啊，算哪有？今仔日望你会当加减啊学着物件。好，好，感谢你哈。过来就是无共款啦，真正要考验台语反应的程度。哎，我念国语，你念做台语，哦，哦，你了解啦吼。了解了解，但是这是甲食米拢较有关系啦吼，哦，假蜜哦，有特色的哦。老师你甲它卡落来。哎哎呀，我说顶边错，我讲龟仔汤啊，什么？龟仔汤，顶边错，顶边错毋是像迄龟仔迄种，迄三字直翻呢？顶边蛇啦，哎呦，你顶边蛇哦，对对，顶边蛇哦，对顶边蛇，要比手唔吧。对，顶边蛇唔对，顶边蛇，蛇，顶边伊蛇，蛇，米粉吼，甲放在边啊，顶边爱豆豆蛇落去安尼，所以你看伊个皮拢薄薄安尼嘿。哦，这就讲台语的啦，这个我我说顶边错，我讲顶边蛇啊，安尼就对了嘛。哎，我说佛跳墙啊，我讲，我讲，等等，这无好哇，解答。佛跳墙，对，这不简单嘞。嗯，不跳，这伤困难啊啦，佛跳，是当时咧拜佛阿弥陀佛不，是啦，佛跳佛跳墙，叉巴汤，佛杂巴汤，佛跳做墙，着内底有真济料嘛，嘿啊，就这了啊。对吧？有蚵仔啦，嘿，什么的笋干啦，哎拜棍啦，够吧对对，我袂晓念。杂菜汤，老师，这菜汤啦，啊，内底材料倒一项上贵，算贵，鲍鱼，哎，鱼翅，鱼翅嘿，鱼翅，所以普通话叫鱼翅肠啊，哦，鱼翅档啊鱼翅档啊，嘿是档啊，档啊是啥？肠啊米糕迄个肠哦啊，当啊，哦，嘿，肠啊米糕档，啊，嘿，鱼翅肠啊，嘿，鱼翅档哦啊，，我第一摆听到呢。对啊，气档啊，佛跳墙个鱼翅档啊，亲来宾爱记吼，你去餐厅点，我点一个鱼翅档啊，我为你们讲啥物？听无？鱼翅档猫餐厅都差不多啦。我说佛跳墙啊我讲鱼翅档啊， ，OK 啦。来，我说白糖糕啊，我讲白糖糕啊，白糖糕，地平都对吗？对吗？白糖糕对吗？白糖粿，
白藤粿，哎，伊的时间都有红菇去粿蒸者，红菇粿佫无共款。哦，哎，你对我比红菇粿敢要共蒸呢？我讲粿啊，我说白糖糕啊，我讲白藤粿呀。这就困难了。我说龙葵粥啊，等一下，我讲粥，你讲粥，粥佮粥就是糜嘛，糜哦糜，但是龙葵这两字吼，龙葵，这龙葵是啥？啊真困难。因为咱说无啥物淡酸会当食，嘿，所以有时拢走去路边摊的啥乌丁仔菜，哦，点下菜。乌丁仔菜要食过，伊一个乌乌啊甜甜有食迄种。啊，对，哦哎，所以这应该叫乌丁仔糜，乌丁仔糜，嘿，乌丁仔糜。哦，点啊我比较糜，我点下糜，是哦点甜甜哦点啊糜。我说龙葵粥啊，我讲乌丁仔糜，我说珍珠奶茶，我讲哇，应该是无食到饭，对啊，你对啊，这现代系啊，要安怎翻？泥地，你珍珠泥地，珍珠婚姻，婚姻，你珍珠古林茶，你的其实这我嘛无答案，珍珠牛泥地，我看老师有答案。珍珠泥茶，哎，直接叫翻啊。哦，毋过迄珍珠爱注意啦吼，珍珠咱是写真假的真，哎，啊包外口拢会写着丁啊，毋过丁迄就是爱丁烧八丁，哦哎，所以毋通写毋对。你若要写国语是真，毋过若要写台语真假的真，哦珍珠泥茶，真假真真泥茶，哦学对啊吼，珍珠泥茶。来卡落来。我说板条啊，我讲龟啊，这个讲对好吧？龟啊，对啊，龟啊条，龟啊条龟啊条不，要聊。我说粉果，粉果，我讲婚啊条，错冰来的，婚贵，我讲婚贵，很简简单单的代志哈。我说虱目鱼粥啊，我讲三把鱼糜啊，对吧？三把鱼糜吧，啥话伊糜啦，有人讲糜，有人讲台糜，湾讲糜，嘿，拢会使啦，糜嘛会使啦，哈。哎，我说蛋仔面，我讲大米，最简单的呢。大米，我讲找较简单的题目，因为我今日甲，大米，莫遐大声，都今日甲我争啊。你怎么听着一直出不来？对大米，较少咧食，内底有放啥你敢知？嘿，卤卵够咧鸡啊，，够咧，糖啊，够哎，肉酥甲肠啊，够咧，无啊无啊，有啦，汤米，豆芽够米，够啦老，菜够菜我，好伊还够多啊咧。菜嘅。我说牛舌饼啊，我讲牛喙子的饼，我还是有哎，糖仔饼，牛舌饼，有一饼，牛舌饼，你吃不过。好，牛舌饼。我说牛舌饼啊，我讲牛舌饼，我说方块酥啊，我讲家己的，这家己，蒸头酥，是方块蒸啊头麻酥，饼吗？麻做的。啊伊的四四角角啊，四角酥，哎呀，你若这种在哎，四角酥啊。四角酥，个酥，因为以前大拢是叫方块酥，叫冠氏啦。啊，其实啊，嘛摆你若去吼，你甲交代讲，我要四角酥，啊，大家讲冠氏，安尼就调的啊。四角酥，嘿，四角酥，四个酥，四角酥，四角角的。四个手，卡来。四个酥。耶！我说阿婆铁蛋，我讲阿婆卤阿嬷我来问伊剃呢，呢，阿嬷剃呢哦，阿嬷剃呢，无人叫阿嬷啦。你金阿婆妈，啦，阿婆啦，是的，阿婆剃呢，伫淡水啊，咧街啊去淡水啊真有名的。阿婆剃呢吗？是台湾因为这嘛是在地番啊。毋过这甲卤卵无共款，哎，无讲，卤卵是较大粒，啊伊是一粒肉，伊缩开，嘿，所以变较细粒，较所以丁，丁，嘿，较所以丁。叫剃呢嘛。阿婆剃呢，阿婆剃呢，体能，捌食过无？不，你莫紧张啦，你你这你惊我，这我你惊伊，不是讲这，你惊未完。哎，丁死关的死，低头宽喷也没我说米苔木啊，我讲米大埔啊，米苔木啊，你无你阿婆啊，你要要阿婆啊？
你台你台北，你台北，今日加二挂了哈哎。，碰哥，喂，米台北吼，即马菜市啊卖米台北10个占着你，啊，哦，真正。来哦，来，你要写哦，这下来了，所谓夜市啊大会改，嘿好，还是你卖咱米台？看的拢是写这里，嘿，对嘿对对对对不对？对不过这里咱大家读做啥？哎，这青猪的，对啊，青猪啊，第嘿，青猪啊嘿，你小燕就青猪啊。嘿，所以这唔是啊，伊的是安怎做？伊是用米胎，伊有迄煮米用做规丸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米胎内底有一缸一缸，啊，切落去了后，伊就一条一条走出来，所以是经过米胎，米胎经过嘿，太第个做诶，经过米胎米胎胎过，胎过，嘿。有迄空一个流落来，所以个台湾头到台湾尾，拢写这，无人写这，好正港的米胎吧是。应该是安尼是啦啊。艺术家会下啦。是，谢谢老师，感谢。我说皮蛋瘦肉粥啊，我讲你那里都是能啊。等下瘦肉，嘿，皮蛋，配皮蛋一般台语安尼讲，皮蛋，我不想讲直接皮蛋，皮蛋，皮蛋哦，蛋，皮蛋，哦能，三百袂啊，唔知使直接安尼5字，那读我唔知啊。加吧，加吧，加吧，皮蛋加肉糜，皮蛋三加加加肉加肉袂加啊，嘛袂，皮蛋加肉哦，佫一条就好啦，好不好？佫一条就好，好啊，佫一条就好拢会使啊，拢会使啊。两条嘛会使，三条嘛会使。我说春卷呐，我讲春卷，我知，唔是春卷，这个物件，对唔？这个物件春卷应该是为应该咱，不是一只肉羹，唔是，唔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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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用伊其实鸡的，够分用南用北，钱的够分南北，对啊，较早是安尼啦，清明的时阵吼，对咱咧到嘿迄到迄安，哎，系啊，系啊，所以春卷叫做唔知。唔知，春卷叫做润饼糕，啊，两边两边都糕对啊，润饼糕，糕，有迄夜市啊，有写润饼，哎，润饼，润饼伊迄培养迄面安尼啊，伊手安尼无安尼，攞啊用者吼，啊一张安尼抽起来呢，所以一嚿迄个一嚿偌者，一嚿偌者，好啦，差不多啊，我考虑一条就好啊。好，搁一条，好一条啊就是两条啊。好，我说胡椒饼，我讲胡椒饼，我说牛轧糖啊，我哈，我说牛轧糖啊，什么糖？迄大家有啊，迄瓜糖，白白啊，白白内底有土豆啊，是迄个什么杏林，杏仁，对啊，迄牛轧糖大家拢知，但是迄边啊，迄边咧讲啊，老师。因为较润啊，袂输牛皮安尼啦，哎所以咱叫牛皮糖。哎，伊做润啊，所以补足久啊，爱加伊加牛皮糖牛皮糖，嘿灰糖，原来牛轧糖叫牛皮，牛皮糖。很神奇呢。有4个高水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囝啊，大汉的呢聪明伶俐，啊第2个呢哦生到较水的，水甲会出汁，啊第3个查某囝呢看起来虽然像迄就是迄落，啊毋过内在足好的，足够唱歌，啊第4个查某囝呢，虽然较大丛啦，啊毋过嘛足介意耍迄种 cosplay，哦就是怪怪啊，啊毋过嘛是足亲切的，足温柔的，啊，就即一工嘛毋知影是安怎哦，即4个查某囝呢，就是动作安尼足怪的，和平常时拢无共款，啊雄雄呢有一工来2个。无看过的2个查甫人，啊，雄雄因着大家就玩起来啊，啊是咧玩什么代志咧？咱来甲伊看落，哈。爸，啊你敢会喙焦？我去倒茶，互你啉好无？来，我去倒茶。阿爸，你食饼，哦，我坐回去炸转来的，互你食吼。阿爸，你食。啊，你毋是讲你肩胛头足酸的，我来甲你，掠啉者，哦。阿爸，你看我生得这么高水，人拢讲我甲你上相。阿爸，啉一个，阿爸，你看。好，小等下重点。平常时都毋捌遮好咧，吼吼，那你欠钱才有转来。啦，今仔日随啊随个，啥物咧倒茶咯，啥物坐飞机买饼转来，你应该欠人掠吧？无啦，你掠我，你个，啊后壁这个妖魔鬼怪，哈。人拢讲我甲你做像的咧。什么啊有诶无诶，足神我无咧，迄个，你今仔恁是安尼怪怪哦，毋要变啥物梦哦，哈。是啊，你讲啦。
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有一届啊，阮四个姊妹仔伴啊，就去食迄下昼的茶，就是下午茶啦。啊，就看到两个查甫人讲，阮四个人安尼夹起来，会当变成一个团体，啊，要甲阮可能是出唱片，啊嘛有可能要翕写信，就是要出迄限制级的啦。啊，就讲。有啊，我想要答应，毋过伊直讲我好啦，阮四个做伙，阮四个做伙会趁出个钱，会穿起来哦。系啊，系啊，而且我看因吼，生甲中和老实，伊讲互我面试哦，互你看，这样，你妹是无型啊！伊看起来是好人啦，就安尼啦。那是袂讲骗嘿啊啊，。等下吼，因两个就要来咱兜吼对对对正式签约啊，对啦，就要出道做兄弟了。会当趁钱。以阮四个的实力，嘿，绝对比迄什么文芳三姊妹啊，搁较红，搁较强啦。对到时阵吼，阮阿就爸我跟趁这你讲钱吼来甲友好啦。对。阿爸，我现在这里高追吼，再个才有这天啊，我都怀疑水这个啊，叮咚，有人来啊，有人来啊，人搞啊，开门啦。哎，来敲。哎，大家，哎，阿伯，你好，哎，阿伯你好，遐济啦，遐济啦，我咧赶迄敢地下西装诶。无啦，毋是要收小，哎，等下后一看，哎，阿伯啊，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这四个查某囝哦，真正水甲会惊人啦，哦，真正有水的。阮希望哦，阮经纪人啊，希望会使甲签落来，啊，会使甲因培养，成为后一个 SHE， 还是韩国迄个什么 Twice， 对无？哦，经纪人啊咯，哦，经纪人对。哦，啊，不是阿伯啊，你四个查某囝吼，迄型拢无共款，有肥的，有瘦的，有悬的，有拢有啦吼。啊，毋过因四个拢就赞的，你就无应该甲因藏起来，你要有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拢看到因遮尔水，所以我保证一冬以来，因四个拢会足红的。因拢活啊，因无死啊。拢会趁足侪钱甲你友好的，你放心。我家己的查某囝，我甲你讲，我家己足了解、足清楚的啦。来，大汉你出来，嘿，你看我这大汉的，50外啦。袂歹啦，保养了袂歹啦，哎，看不出来出来。伊迄面是粉安尼糊起，即款的体格啊，个性是可无，毋对要做艺人，毋是这个料啦。袂啦，袂歹啦，啊，你看我第三个，来袂使。来咯，哦，这个水哦，你我是感觉这你带伊也就练啦。袂啦，我较食较油的，无啦。我会晓跳舞啊啊。，跳舞就好啊。伊个就会歌声好听，你看你跳，会有影？哇，对仔，你也叫伊跳舞，头发全油啊！这哎，你啊，啊，我迄第四啊，好，阿爸，人拢讲我做想你，我有啥物功夫拢有。这就免讲啊，这就免讲啊，规工穿油也有无？迄等于日本婆啊啦！啊，查某囡仔去斗去退休，毋知要创啥，我都看真无。高追啊，阿爸你看，救命！特色的啊，伊就规工都吼，你毋知咧想啥，我想无。你讲你这三个人，你甲我讲是，我嘛无爱相信。啊，还有一个啊。你若讲要讲迄第二个，嗯，我这第二个来，你出哦，来。我是我，面膜也有面膜，哦，体格也有体格，吼，要签我就是安尼，签我这第二个就好，全然免。因是讲四个要做伙签呢。阿伯，迄个查某囝是我这世人看过上水的查某囡仔。我你看足少啊，请了。问你有大无朋友无？我无啦。无，安尼敢会用呢？哦，哦，你安敢袂伤紧啊？拍少年，你这等下有无啊？无啦，阿阿爸伯啊，啊，会做艺人啦，一定会红啊。这个条件较 OK 啦。阿伯啊，你真正足巧的啦。其实哦，阮本早就想要签恁第二个查某囝尔。啊，只是讲阮歹势，阮对你其他的查某囝歹势啦。我拄仔看你迄个表情，看你迄个动作，我就了解啊。哈，我甲你讲，无可能啦。阿爸，啊，我就是四个内底上水啊，我无可能。上水，我本来就是啊。啊，你讲要签就签四个人呢？你袂使，你袂使讲，
啊，拢卖冤啊！恁四个查某囡仔拢免甲出到去做艺人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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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恁是拢看无清楚，目睭拢无咧看呢。这两个安尼骨骹拢烧出来。骨卡，伊是介意着你尔，我看咧，甲你一年，我话来个怎么咧？我你有男朋友有诶无？这无影，我甲你讲，恁咧根本就是吼，牛片拄着插手。过第二句，开始。哎呦，你袂使咧讲啊！你个比啊！我看你外交舞啊！你伤忝啊，先安尼。过来，阿爸啦！阮四个拢卖吵，无一个会用家己啊做艺人。哎呦，啥？阿伯答应你啦们。遮颓，你都无咧看了，这两个咧骨骹拢烧出来，迄什么经纪人的目睭就在你里上，伊笑成你的体格尔我啦。知影。不是我。真真嗨！嗨，我跟你讲，慢叫我们骗你啦，伊咧根本就是行船拄着对头风，听有啊吼？嘿，是吧？来，什么意思？你两句话哦。什么意思？毋是什么意思？毋是什么要请教恁大家。就是讲，因的所作所为，伊个头前咧讲假，讲签四个，要干要签一个尔，即款的行为，你要牛片拄着插手的举手。哎呦，哎呦，敢若一个意见无共尔。搁别个。多一个。我跟你想啦。哦，哦，这两位名演员拢选共款，牛片拄着插手，嘛你解说看卖手。因为牛一定爱牵伊的片仔，伊才会走啊。啊，你若是贼仔，甲牵去，伊毋知影你是贼仔，伊嘛是会甲你走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解说了。这个意思啦，吼刚才都清楚，我听都无。啊，你知影我的意思啦？所以你意思是讲牛片牛毋袂晓分好歹，毋知伊是贼，毋知伊人牵着行，毋管你是主人还是贼仔，你甲牵，伊就甲你走。甲牵是啥物事？牵，班呢？你甲牵了，伊就会走啊。我想应该是牛片，伊片啊足够片的，伊知影伊的主人是啥，啊所以伊贼仔的手甲牵落，伊无爱行，伊足巧的，伊知影这个人到底是毋是伊的主人，我想是安尼啦所。以你怎讲是讲拄啊，我是牛，你那你是惨，哎，你是牛对，你是牛，你是贼，我是贼啦，我看有成无？牛片。恁两个意见无共，对无？你是经迄个啊，行船拄着对头风，你的想法是啊？就是行袂叮当啊。对啊，你就风吹一下，啊，你就要行，你就啊，搁袂使。吹过来，啊，哎呦搁袂行，啊，搁吹过来，啊，行袂叮当啊。就是讲，伊原本想要签，要做艺要签约人的，做嘿，要做个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对可能。行船对头风一直吹来，哇，对对对对较对袂。画，伊想要入伊，啊，毋过无可能啦。对对来，老师正确有答案是。咱俗语讲吼，牛爱更片，人爱教师，所以自细汉时阵哦，爱囡仔爱好啊教。啊，牛细只的时阵哦，牛片骨较软，所以咱咧趁伊咧牛骨做软的时阵哦，用个铜钳啊，甲转过，挂一个铜钳啊，啊绑一条绳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人信利，牛信片，就是五流头讲的。虽然讲戆牛啦，无论是好人歹人，只要牵一条绳啊，伊就对人走。所以有时咱笑人迄技术无好的讲吼，啊牛片唔顶，爱拎牛尾。你拎牛尾，牛会甲你喷啊，毋过你也牵牛片，伊就对你去啊。所以即句吼，牛片拄着插手，迄着害溜溜。所以头碰过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袂当甲伊签落去，你就迄两个怪去。另外行船拄着对头风哦，咱普通人也要出去，咱会讲啥？祝你顺风，顺风嘿，一路顺风。你若行船拄着对头风，你就看运道较无较好，做代志就较歹芳。所以有时人嘛讲吼，人熬毋值命运做对头，对头风伊家咧抢来抢来。所以若讲根据头仔内底演出，应该碰过做一个老爸心情，应该是惊查某囝去互怪去。
所以应该是牛片拄着菜手，迄就海溜溜咯。大部分拢叫拍我过来者。吟诗说文真趣味，这首是真趣味的台语诗。啊，我看到头一句我就气惨啊！缘投啊兄，哎，就是咧讲你啦。对啊，讲你啊，讲我啊，嘿啊，啊，你爱相信家己嘿啊。恁母啊嘛是安尼讲，你袂记啦。哎呦，等你照镜你就知啊啦，嘿，缘投兄。了解。来，既然讲到缘投的，咱缘投兄喊你小声，来，整三句互你。哎，好大开，一位缘投兄，伊某拍生囝，正月初一日，透早去拜正，裤穿长底骹，上路谈欢行。欢迎，山东拜正吼，拜正去拜年啦，拜正正月，拜正嘉伟嘉哦，伟嘉伟，摊肥啊，摊肥，摊还买的摊肥，吼，哎，这个过年嘛，哎呦，麻烦后三句互你。人哦，人看人看你是咧甲伊调呀？一无好势，两个拢变。真好笑啊！人看真好笑，迄羊，啥物鸡听鸡无听，你这个难过就对了。羊啥物羊讲吗？还是戆讲羊讲鸡无听，过来，酒啉一个醉，房间四个啥物饼？好是丈母厝，无就是歹饼。这饼哦，老师，食吗？无你来无多。来，伊是讲一个缘投，一位缘投兄，父母拍生囝，正月初一日，透早去拜正，裤穿长底骹，上路趁欢行。啊，人看真好笑，啊，顶戆鸡无听，酒啉一个醉，啊，房间四界拼。好是丈母厝，无着食拍拼，食拍片什么意思？卡食拼，卡食拼嘿，哦，啊，你死囡仔报物件，白蛋那甲你拍落去吼，拍卡食拼，卡食拼，哎。拍这是好佳，但是丈母缘投的。对啊，丈母厝好佚佗啊，哦因为丈母看囝婿愈看愈可爱。哦，好来，各位学员请起来，哎，念袂准的较细声，念会准的就较大声咧。啊，咱老师起歌，2、3、4。一位缘投兄，父母拍生囝，正月初一日，透早去拜正，裤穿长底骹，上路趁欢行，人看真好笑，啊，顶戆鸡无听，酒啉一个醉，房间四界拼，好是丈母厝，无着食拍拼。哎，水啦！感谢大家，后尾继续做歌，卫生未水，为恁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仔日来到这个节目呢，我感觉是真好耍啦，因为平常时吧无啥物机会通好讲台语，所以呢，今仔日讲无好无要紧，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会当过来耍。今仔日上这个节目是我上这个节目以来上紧张的节目，因为我规个过程拢在讲台语，我从来毋捌讲正个台语，可能我一世人讲的台语，这2点钟讲足济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感觉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节目，因为毋管是阮来遮会当学足济台语的讲法，而且我感觉观众朋友嘛会使看这节目，会当学到足济台语的物件。台语是咱台湾上基本上水的，人讲台语是上水的语言啊，哈，对。所以真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节目，爱支持。